好啦，各位觀眾，你哋有冇試過每日返工都係對住一大堆重複又繁瑣嘅流程？數據要人手搬嚟搬去，報告又要逐個 format， 仲要應付突如其來嘅客戶查詢。好多中小企老闆同經理可能都諗緊，究竟有冇一個方法可以將呢啲機械式嘅工作自動化，等團隊可以專注啲做更有價值嘅嘢。今日我哋就唔講咩虛無嘅概念，我帶大家親手試下點樣用一個叫做 N8N 嘅自動化工具，結合現時最火熱嘅 AI agent， 去解決一啲真實嘅商業問題。我唔係賣廣告，而係想同大家剖析呢個組合背後嘅商業邏輯，點解會係未來企業嘅基本功。首先，我哋要搞清楚 N8N 係咩嘢。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超級萬能嘅數碼橋樑。想象一下，你公司用緊嘅會計軟件、CRM 系統、電郵通訊、社交媒體平台，全部各自為政，數據互不相通。N8N 嘅角色就係將呢啲孤島連貫起嚟。佢透過一啲叫做節點嘅預設模組，例如讀取 Gmail 新郵件、更新 Google Sheets 某一格、發送 Slack 信息，然後好似砌積木咁，用線將佢哋連埋一齊，設定好條件，一個自動化流程就誕生。舉個例，客戶透過網站表格查詢，資料可以自動同步去 CRM， 同時觸發一封確認電郵，再喺團隊嘅通訊群組發出通知。以前要人手做晒嘅步驟，而家交俾 N8N， 7×24小時無間斷運行。呢個就係流程自動化 Workflow Automation 嘅核心價值，減少人手錯誤，提升營運效率。但係如果只係將資料由 A 點搬去 B 點，咁同舊式嘅自動化有咩分別？關鍵就喺於加入 AI agent 呢個變數。AI agent 唔係一個單一工具，而係一個有特定目標、可以自主決策同執行任務嘅 AI 程式。當我哋將佢植入 N8N 嘅流程裏面，成件事就升華啦。我舉個實戰例子，假設你係一間電商，每日收到大量顧客電郵查詢產品庫存、退貨政策等等。傳統 N8N 可以幫你分類電郵，或者將查詢轉發去相關部門。但結合 AI agent 之後，個流程可以變成咁：N8N 一收到新電郵，即刻將內容拋俾一個預先設定好嘅 AI agent。個 agent 會用自然語言理解電郵內容，然後根據你公司嘅知識庫，即時草擬一個貼切、準確嘅回覆。N8N 再將呢個草稿交俾真人同事作最後複核同發送。甚至對於一啲簡單常見問題，可以直接由 AI agent 代為回覆。呢個時候，你節省嘅已經唔只係搬運數據嘅時間，而係直接將一部分認知勞動自動化。員工唔使再被海量查詢淹沒，可以騰出時間處理更複雜嘅客戶個案，或者策劃營銷策略。呢種 N8N 加 AI agent 嘅模式，背後嘅商業價值係立體嘅。第一層好直接，就係降本增效，將重複性高、規則明確嘅白領工作流程化、智能化，直接減省人力成本同時間成本。第二層係提升服務質素與反應速度。AI agent 可以做到即時回應，7日24小時在線，客戶體驗會大幅提升。第三層亦係最重要嘅一層，係釋放人力資本，推動創新。當團隊從枯燥工序中解放出嚟，佢哋嘅努力同創意先可以真正用喺業務增長、產品開發同客戶關係深化上面。呢個先係數碼轉型嘅根本目的。當然，我哋必須要有批判性嘅視覺。引入呢類自動化並非毫無挑戰。點樣設定清晰、安全嘅 AI agent 行動邊界？點樣確保佢嘅決策符合公司政策同法規？公司內部嘅數據保安同私隱處理又點樣配合？更重要嘅係，管理層需要重新思考團隊嘅角色同技能配置。未來嘅員工可能更需要嘅係監督 AI、訓練 AI 同處理 AI 處理唔到嘅例外情況嘅能力。盲目追捧自動化而忽視呢啲配套同思維轉變，好可能會導致投資失敗，甚至引發內部矛盾。總括嚟講，
初試 N8N 同 AI Agent 唔應該只係為咗追科技潮流，佢哋嘅協同效應其實係為企業提供咗一個將業務流程重新編碼嘅機會，從人造機嘅工作變成人指揮機去做工作。呢個轉變對於資源有限、需要極致效率嘅中小企尤其關鍵。我哋唔需要一下子將所有流程自動化，但可以由一個最痛點、最重複嘅流程開始試驗，親身感受佢帶來嘅改變。科技只係工具，點樣運用佢去創造商業價值，先係我哋真正要學習嘅課題。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記得訂閱同留意我哋嘅最新更新。我哋下集再見。